好多人一講到福宅，就即刻諗起大屋、豪宅、海景樓、名牌家契，好似要地下鋪雲石，牆上掛命畫，屋企擺滿招財貓、金錢皮膏、水晶洞先至叫有福氣。但我同你講，住屋呢樣嘢最怕只睇表面，有啲人住千幾萬，間屋大到不得了，裝修又靚，就係一家人日日嗌交，仔女唔願返屋企，兩公婆各有各心事，錢入到嚟，好快又流走，身體又成日唔舒服，個人住喺入面，與住與危。你話間屋大唔大？大。靚唔靚？靚。但有冇福氣？未必。相反，有啲老人家住3、4百字舊樓，間屋細細，家喺唔多，牆身甚至有少少舊，但你一入門就覺得舒服。地面乾淨，門口通爽，廳有光，飯台唔亂，廚房有煙火氣，但唔污糟，床邊清清爽爽，窗邊有風入嚟，呢種屋你坐低飲杯茶，個心都定啲。呢種屋就算唔豪華，都有一份福氣。所以老一輩講福人住福宅，唔係話有福氣嘅人一定住大屋，而係話一個人有冇福，其實睇佢點樣對待自己間屋已經知一半。屋企係人每日外氣嘅地方，你喺外面辛苦成日，返到屋企應該係俾你歇一歇，定一定，養返一口精神嘅地方。若果你一開門就見到滿地鞋、滿地箱、滿地膠袋，牆角堆住唔知幾多年冇用嘅舊嘢，廳又逼，飯台又亂，床底又塞滿雜物，你個人未坐低，條氣已經頂住。人條氣一頂住，心就煩，心一煩，講嘢就衝，講嘢一衝，屋企人就容易有火氣，屋企火氣一多，財氣自然留唔住。呢個道理唔係嚇你，亦唔係叫你迷信。你當佢係風水都好，當佢係生活秩序都好，當佢係心理影響都好，其實最後講嘅都係同一樣嘢。一間屋要聚福，首先要有位俾福氣入嚟。易經入面有個好重要嘅意思，就係天地之間，萬事萬物都講陰陽開合，盈虛消長，滿到極就會逆，滯到盡就會滯，一滯就唔通，唔通就容易出問題。你睇水就明，一條渠，平時水流得順，你唔會覺得佢有咩特別，但如果有垃圾塞住，水流唔走，慢慢就會發臭，甚至倒灌。屋企都係一樣。唔係話你擺少一件嘢就一定發達，亦唔係話你清一清屋就即刻中6合彩，唔係咁膚淺。真正嘅意思係一間屋要有氣路，人有血路，屋有氣路。人嘅血路一塞，面色就差，手腳就凍，精神就散。屋企嘅氣路一塞，人心就亂，家運就滯，財氣就難聚。老祖宗講陽宅風水，成日提到藏風聚氣。乜嘢叫藏風聚氣？唔係叫你成間屋風度實晒，亦唔係叫你盲目擺陣。講返最簡單，就係間屋要有入有出，有收有放，光線、空氣、人行嘅路，平時用嘅位置都要順。門口唔好塞，因為門口係氣入屋嘅第一關。廳堂唔好逼，因為廳堂係一家人聚人氣嘅地方。廚房唔好亂，因為廚房係養命嘅地方。睡房同床底唔好堆滿舊物，因為人每日休息最需要一個清靜、乾淨、舒服嘅氣場。好多人成日問我，沉師點樣先可以令屋企聚財？係咪要擺棵發財樹？係咪要買個水晶洞？係咪要擺金色嘅嘢？我通常都會笑一笑，先問佢一句：你屋企門口有冇位俾人行？你張飯台有冇位俾一家人好好食餐飯？你個廚房灶邊係咪乾淨？你張床底有冇塞到滿晒？好多時一問到呢度，對方就靜咗，因為佢以為聚財要靠外面買翻嚟嘅物件，但其實好多財氣係俾自己屋企啲雜物塞走咗。我識得一個街坊姓梁，我哋叫佢梁太。佢住喺一幢舊樓，屋企唔大，300幾檐，兩公婆加一個仔。
梁太人唔壞，好慳家，好勤力。後生嗰陣做茶餐廳，捱到手指關節都變形。佢成日同人講：我哋窮過，所以乜嘢都唔好掉，留返一定有用。呢句說話聽落好似好有道理。老人家經歷過窮日子，捨唔得掉嘢，我完全明白。以前一個膠袋都要折好留返，一件衫爛咗都補完再着。呢種節儉本身係美德，但問題就出喺呢度。節儉同執住差一步就變咗兩樣嘢。梁太屋企由門口開始已經塞到好滿，門後掛住幾十個膠袋，鞋櫃頂放住舊報紙、舊雨傘，仲有幾個唔知仲用唔用到嘅環保袋。入門地下放咗2箱雜物，一箱係多年來買電器剩低嘅說明書同保養單，一箱係過年收禮留下嘅包裝盒。佢話留住啦，可能有用。但你諗下，一個人日日返屋企，一開門就要側身入，買餸返嚟又要小心唔好踢到箱，落雨天把遮冇位放，鞋又堆到一地，呢間屋個氣點會順？客廳更加唔使講，飯台本來係一家人食飯嘅地方，但長年放住信件、藥油、針線盒、舊電話、剪報、保健品、餅乾罐。真正食飯嘅時候，就每人托住個碗，坐喺梳化邊食邊睇電視。梁生放工返嚟，想坐低飲啖水，都要先移開一堆嘢。個仔放假返屋企，見到屋企咁逼，坐一陣就話約咗朋友，轉頭就走。梁太心入面好委屈，佢話：我為咗呢頭家慳慳埋埋，點解你哋個個都唔想返屋企？佢唔明屋企堆住嘅唔止係雜物，仲有一家人透唔到氣嘅壓力。有一年梁生退休，本來應該係兩公婆慢慢享福嘅時候，但奇怪嘅係，退休之後反而更加多爭執。梁生日日喺屋企，成日嫌間屋逼，揾唔到嘢，行2步又撞到，想開窗又俾雜物頂住。梁太就覺得佢挑剔，話：我辛辛苦苦守住呢個家，你而家退休先嚟嫌3嫌4。兩個人由朝嘈到晚，最令人心痛嘅係佢哋錢財方面都好似留唔住。梁生有退休金，梁太亦有少少積蓄，本來唔算好富貴，但起碼夠生活。偏偏嗰2-3年，屋企成日壞嘢，雪櫃壞一次，冷氣壞一次，廚房水喉漏水，廁所又塞渠，睇醫生有一筆，幫個仔周轉又一筆，錢就好似水咁，入少少，流多多。有次梁太喺樓下茶餐廳見到我，佢半講笑半認真咁問：飛哥，你話我係咪住錯屋？點解呢間屋愈住愈唔順啊？我冇即刻同佢講風水，亦冇叫佢買任何嘢，我只係問佢：你屋企而家最塞喺邊度？佢諗都唔諗就話：梗係門口啦，連我自己有時都嫌逼。我就同佢講：咁你唔使急住諗招財，先諗通氣。門口係一間屋嘅口，口塞住點吸氣？人吸唔到氣，面都青；屋吸唔到氣，財都難入。佢聽完初初仲笑，清門口就會有財，邊有咁容易？我話唔係清門口就包你發達，而係你清門口先係向個天，向自己講一句：我準備好俾新嘅氣入嚟。你日日守住啲舊箱、舊袋、舊報紙，其實你守住嘅唔係財，而係過去嗰份驚啊！呢句話一講完，梁太冇再笑，因為佢心入面知道我講中咗。好多老人家捨唔得掉嘢，背後其實唔係貪，而係驚，驚將來冇得用，驚有一日窮飯，驚仔女唔理，驚自己老咗冇依靠，所以佢哋乜都留到最後，成間屋變成一個倉，自己就困喺入面。第2個星期，梁太真係開始清，佢冇一下子大清拆，因為咁樣太難。佢只係由門口開始，先將冇用嘅紙箱拆走，爛咗嘅雨傘掉走，發霉嘅鞋清走，舊報紙賣咗，門後啲膠袋只留幾個。清完嗰晚，佢打電話同我講：
奇怪喎，飛哥，門口空咗少少，我返屋企好似冇咁頂心。我話呢個就係第一步，之後佢慢慢清飯台，飯台上面只留一個紙巾盒、一個茶壺、一碟生果。佢話有一晚梁生坐低，竟然主動講，不如今晚喺台度食飯啦。兩公婆好耐冇面對面坐低食一餐飯，嗰晚冇講好多大道理，只係食咗碟菜，飲咗碗湯。但梁太話佢心入面忽然覺得間屋暖返少少。你睇，福氣好多時唔係突然由天跌落嚟，福氣係由一個位、一條路、一張乾淨嘅飯台開始，慢慢返嚟。後來梁太又清咗廚房灶邊，以前灶頭旁邊放滿油樽、醬料、保鮮袋、膠盒，煮飯成日手忙腳亂。清完之後，煮飯順咗，火位乾淨咗，自己都冇咁燥。再後來，佢清床底，床底有幾袋舊衫，壞咗嘅風扇，10幾年前嘅禮盒，全部塞到滿。佢清走一半之後同我講，唔知係咪心理作用，瞓覺真係冇以前咁記。我就同佢講，心理作用都係作用，人住得舒服，心就定，心一定，講嘢就冇咁衝，講嘢冇咁衝，屋企人就冇咁易散，屋企人唔散，家運自然慢慢聚。所以我成日講風水唔可以講到神神化化，真正入屋嘅風水，從來唔係叫你花大錢，而係叫你先將眼前阻住你嘅嘢清一清。你間屋有幾大，未必由你決定，但係你間屋有冇一條順嘅路，有冇一張乾淨嘅台，有冇一個可以安心瞓覺嘅地方，有冇一份俾家人願意返嚟嘅氣氛，呢啲好多時係由你自己決定。我以前仲識得一幢舊樓，喺香港好普通嗰種樓齡幾十年，樓下有間士多，有間燒味鋪。朝早7點幾已經有人落街買報紙、買腸粉、買豆漿，成幢樓住嘅多數都係老街坊，大家抬頭低頭都見邊戶人家近年行運，邊戶人家成日黑口黑面。其實街坊心入面都有數。嗰幢樓有2戶人家，好有意思，一戶姓陳，另一戶姓何，兩家人住同一層，格局差唔多，面積都係400呎左右，唔算大。兩家收入亦唔係差好遠，大家都係普通家庭，唔係大富大貴。但奇怪就奇怪在10年8年落嚟，陳家越住越順，何家就越住越滯。陳家兩公婆以前都係做普通工，陳生做維修，陳太做過文員，後來幫人湊小朋友。佢哋屋企唔豪華，家規甚至有啲舊，但你一入門就覺得個人鬆一鬆，門口乾淨，鞋擺得整齊，唔會一開門就撞到嘢。客廳中間留住一片空位，雖然唔大，但夠人行，夠一家人坐低飲茶，亦夠個孫仔喺度玩積木。廚房細細個，但灶邊乾淨，油鹽醬醋有固定位置。睡房唔大，但床底冇塞滿雜物，窗邊有光，夜晚瞓覺都覺得安樂。何家就唔同，何太好勤力，好顧家，亦好慳。佢有句口頭禪，掉咗好嘥，留住第時用得着。一開始只係多幾個紙箱，後來變成門口一堆鞋，鞋櫃上一堆袋，袋入面又有袋。客廳原本有一張飯台，但慢慢俾藥盒、保健品、舊信、收據、電器遙控、茶罐、月餅盒霸滿。廚房灶頭兩邊堆住樽樽罐罐，抽油煙機下面又掛住膠袋、布袋、抹布。睡房床底更加厲害，冬天備舊衫、壞風扇、舊鞋盒，10幾年前個仔讀書嘅書本塞到密密麻麻。你話兩間屋差別大唔大？其實面積一樣，樓層一樣，方向都差唔多。差別就在於一間屋有位俾氣行，一間屋冇位俾氣行。有一年，何生因為公司裁員，忽然冇咗份工，人到50幾，揾工唔容易。佢日日坐喺屋企，越坐越煩。屋企本來已經逼，佢一多咗時間留喺屋企，問題就更加明顯。
想坐梳化，梳化堆住衫；想喺飯台寫求職資料，飯台堆住雜物；想煮個麵，周邊又亂到唔想喐。慢慢佢就發脾氣，何太又覺得自己辛苦咗成世，點解仲要俾人嫌棄？兩公婆一日嘈幾次，個仔返到屋企都唔想留，食完飯就返自己房，甚至有時寧願喺外面食。同一時間，隔離陳家都唔係冇難關。陳生有一排腰痛，做維修做唔到咁多，收入少咗。但陳太好穩，佢每日照樣將門口掃乾淨，客廳留空，飯台到飯點之前一定清好。陳生返屋企，起碼有張台可以坐低食飯，有個位可以伸下腰，有杯茶可以慢慢飲。人一有個安身位，心就冇咁慌。後來有個舊客介紹咗啲比較輕鬆嘅維修工作俾佢，收入雖然唔算多，但慢慢又接得返。何太後來同我講，點解隔離陳太好似永遠咁好運？佢屋企又唔係大，佢哋又唔係特別有錢，但偏偏有人肯幫佢哋。我聽完就同佢講，唔係人哋天生好運咁簡單。你有冇發覺陳家間屋永遠有位俾人坐，有位俾人講嘢，有位俾新嘢入嚟？你屋企呢，連人坐低講句舒服說話嘅位都冇。好多時貴人唔係唔想幫你，而係你自己間屋，你自己嘅心塞到冇位接。所以屋企要聚財，唔係先問擺咩，而係先問邊度要清。真正嘅福宅唔一定係大宅，但一定有幾個乾淨通爽嘅位置。呢幾個位置一通，人嘅心先通，人嘅心一通，做事就順，做事一順，財氣先慢慢留得住。第一個地方就係門口要空，門口係一間屋嘅氣口，人由門入，財由門入，客由門入。好消息好多時都係由門外入嚟。你試諗下，一個人條喉嚨長期塞住，講嘢都辛苦，食嘢都辛苦，成個人點會精神？屋企門口就好似屋嘅喉嚨，門口一塞，入屋第一口氣已經唔順。有啲人屋企門口鞋多到成個小山咁，拖鞋、波鞋、皮鞋、爛咗嘅鞋、好耐冇着嘅鞋全部堆喺度，再加幾把雨傘、幾個紙箱、幾袋回收物。每日返屋企一開門先聞到一陣焗味，跟住要側身入。老人家一唔小心仲容易絆倒。你話咁樣點聚財？財氣唔係神神怪怪一團煙，你可以理解成機會、人緣舒服嘅心情、做事嘅清醒、家人願意返嚟嘅感覺。門口乾淨通爽，人一入屋就覺得舒服，心情自然好，屋企人講嘢都少啲火氣。門口長期亂同臭，一返屋企就頂心頂肺，屋企人未開口已經煩，咁又點會有好氣場？所以門口要空，最少做到3樣：地下唔好堆箱，鞋帽全部攤出嚟，常着嘅留幾對，唔着嘅收埋或者處理。門後唔好掛滿袋同雜物，門要開得順，氣先入得順。第二個地方就係客廳明堂要空。風水入面有個講法叫明堂要開闊，你唔使諗到好複雜。講返人話，明堂就係屋企入門之後視線見到嘅主要空間，通常係客廳、飯廳嗰一帶。呢個位置最緊要有光有路，有一片可以停低嘅空位。客廳係一家人聚人氣嘅地方。屋企有冇人氣唔係睇你買咗幾大部電視，而係睇家人願唔願意喺度坐低。好多屋企客廳塞到滿，將梳化堆住衫，茶几堆住文件，飯台堆住雜物。一家人返屋企各自入房，各自攞手機，各自關門。表面上住埋同一間屋，實際上心已經散晒。何家就係咁。客廳冇一片安靜空位，所以屋企人冇地方坐低傾偈。何生有煩惱，冇地方安靜講；何太有委屈，冇地方好好聽。個仔有壓力，亦唔想喺一堆雜物中間開口。久而久之，一家人變成只剩低指責同沉默。
陳家客廳就唔係大，但佢哋一定留一片空位。陳太好有智慧，佢話屋細更加要留白，唔留白人就會逼。飯台唔擺雜物，到飯點就真係食飯。茶几唔堆滿嘢，坐低就可以飲茶。廳中間留少少位，個孫嚟到可以玩，老人家行路亦安全。你睇呢個空位，表面係空，實際上係俾家人留一個團聚嘅位置。所以客廳明堂要空，唔係叫你成間屋冇家氣，而係唔好將屋企最重要嘅公共空間變成雜物倉。飯台要似飯台，梳化要俾人坐，地面要俾人行，光線要入得到。人坐得落，話先講得開，話講得開，心結先有機會鬆，心結鬆咗，家運先慢慢順。第三個地方就係廚房灶邊要空。廚房係一間屋嘅食祿位。中醫講脾胃為後天之本，一個人每日食落肚嘅嘢，關乎氣血，關乎精神。風水講廚房都唔係單純迷信，而係因為廚房有火、有水、有油煙，係最容易亂、最容易污，亦最影響一家人健康嘅地方。周邊如果長期堆滿雜物，煮飯嗰個人就會好燥。你一邊開火，一邊要移樽移罐，一邊怕膠袋近火，一邊又揾唔到鹽，煮一餐飯都好似打仗。人一燥，火氣就上嚟，煮出嚟嘅飯菜未必真係有咩問題，但嗰份煩躁、嗰份怨氣就會跟住飯菜帶到屋企人面前。老一輩話：廚房乾淨，屋企少病痛。呢句說話有佢嘅生活智慧，唔好講到太遠。你廚房油污多，蟑螂螞蟻容易嚟；灶邊雜物多，火燭危險增加。煮飯唔順，食飯心情差。你話呢啲會唔會影響家運？一定會。何太以前灶邊就係太滿，佢有幾十個膠盒，覺得總有一日用得着。有10幾樽調味料，有啲過咗期都唔知，有幾條抹布，濕完又掛，掛完又用。佢成日煮飯煮到發脾氣，話屋企人唔幫手。其實唔係佢唔勤力，而係個環境令佢越做越燥。後來我同佢講，灶邊要留空，火先穩，火穩飯先香，飯香屋企人先肯坐低食。佢慢慢學陳太灶頭旁邊，只留每日必用嘅幾樣嘢，其餘收好。過期嘅醬料調走，太多膠盒減到幾個，抹布每日晾乾。清完之後，佢自己都話：原來煮飯可以冇咁辛苦，一個人煮飯冇咁辛苦，講嘢就冇咁怨，屋企人食飯冇咁大壓力，氣氛就會鬆散。你話財氣係咪都同呢啲有關？當然有，因為家和先有家運。食得安，人先有力，人有力先可以出去做事，揾錢接貴人。第4個地方就係床底同財位要空。床係人每日養神嘅地方，人一生有1/3時間喺床上過。床底如果長期塞滿舊物、雜物、發霉嘅嘢，你瞓喺上面，其實就等於日日同一堆舊氣一齊瞓。你未必即刻病，但個人會容易覺得累、覺得沉，瞓極都好似唔夠精神。好多老人家最中意塞床底，因為床底有位覺得唔用好嘥，於是舊衫、舊鞋、舊被、舊相簿、壞電器，甚至唔捨得掉嘅禮盒，全部塞入去。塞完之後，眼不見為乾淨，但氣唔會因為你睇唔到就變好。床底最怕濕、霉、舊、亂，尤其香港地方細，天氣又潮濕，床底唔通風，好容易積塵積濕。你每日瞓喺上面，呼吸、皮膚、精神都會受影響。人精神唔好，脾氣就差，脾氣差，判斷就差，判斷差，錢財自然容易出錯。至於財位，唔同門派有唔同講法。有人話入門斜對角，有人用玄空飛星，有人用命卦去計。普通家庭唔需要一開始諗到太複雜，最簡單嘅做法就係屋企入門之後，最穩、最乾淨、
最唔受衝撞嘅角落，唔好堆垃圾，唔好放壞嘢，唔好堆滿唔用嘅雜物。財位最怕污亂壓迫，有啲人所謂財位，放住一堆壞電器、舊紙皮、清潔劑、雜物箱，然後又問點解留唔住錢？你諗下，你自己都將代表安定同收納嘅位置變成垃圾角，個心又點會有富足感？人每日望住一堆亂，潛意識就會覺得自己好窮、好亂、好冇安全感。咁樣做決定，自然容易保守又焦慮，唔係亂買就係唔敢把握機會。陳太有樣嘢做得好，佢屋企入門斜對角有個細櫃，佢唔擺太多嘢。只放一盞暖光小燈，一盤細細嘅植物，同一個放家庭重要文件嘅盒，唔誇張，唔迷信，但乾淨穩陣有生氣。佢成日話：我唔求大富大貴，只求屋企安定，有錢使得其所，唔好無端端流走。呢種心就係聚財嘅心。何家以前同一個位置就堆滿紙皮同壞咗嘅電器。後來何太聽完先肯清走，清走之後佢冇買咩招財物，只係放咗一張乾淨小台布，一個箱架，入面係一家三口以前去海邊影嘅相。佢話每次望到張相都提醒自己，呢個家唔應該只係一個堆雜物嘅地方，呢個家應該係俾人安心翻嚟嘅地方。你睇。4個地方要空，講到尾其實唔係為咗擺陣，而係為咗恢復一間屋本來應該有嘅秩序。門口空，機會先入到嚟；客廳空，人心先聚得飯；灶邊空，食祿先安，火氣先唔暖；床底同財位空，人先瞓得穩，錢財先有地方安住。後來何家慢慢清屋，唔係一下子變富貴，但明顯變順咗。何生揾到份兼職，雖然人工唔高，但心情定咗。何太煮飯冇以前咁燥，兩公婆少咗嘈交，個仔返屋企次數多咗，有時仲會主動幫手掉舊嘢。最重要係何太終於明白，原來自己以前一直以為留住就係守財，但其實好多時唔肯放手先係漏財，因為你留住嘅可能唔係財，而係一份驚。你清走嘅亦唔止係雜物，而係一份舊氣，一份混亂，一份長年累月壓住你個心嘅沉重。講到呢度，你應該開始明白，一間屋要唔要留空，表面上係講風水，實際上係講人心。好多人成日問我屋企財位擺咩好，我門口掛咩好，我客廳放咩先旺，但我通常都會先問一句：你屋企有冇地方係空嘅？因為一個人如果連空位都唔肯留，佢其實唔係想聚財，佢係想將所有不安都塞喺自己身邊。舊衫唔捨得掉，因為驚第時冇衫着；舊盒唔捨得掉，因為驚有一日會用得着；壞咗嘅電器唔捨得掉，因為覺得收返可能仲有用。一袋又一袋，唔知放咗幾多年嘅雜物，明明自己都唔記得入面有咩，但一講到要清，就即刻心痛。你話呢啲係慳，有一部分係，但再深一層，其實係怕將來唔夠，怕自己冇依靠，怕人生愈老愈少，怕仔女未必幫到自己，怕有一日冇錢冇人冇路走。所以好多人就用留住嚟安慰自己，以為留多啲心就穩啲。但人心好奇怪，你留得愈多，未必愈安心。好多時留得愈多，反而愈慌，因為你每日望住一屋舊物，就好似日日提醒自己：我冇安全感，我唔可以放手，我唔可以相信將來。屋企慢慢變滿，心亦慢慢變重。所以佛家講放下，唔係叫你咩都唔理，亦唔係叫你唔食人間煙火。真正嘅放下係分得清楚，邊啲係應該珍惜，邊啲只係你因為驚而死，揸住唔放。儒家講知止，道家講少則得，多則惑，其實都係提醒我哋做人要識得分寸。你乜都想要，最後可能乜都困住你；你乜都唔捨得放，最後新嘅福氣就入唔到嚟。
易經講變異，世上冇一樣嘢係永遠唔變。人會老，屋會舊，家人關係會變，錢財進出亦會變。真正有福氣嘅人唔係死守住舊物，而係知道幾時要留，幾時要放，幾時要收，幾時要清。一間屋要聚財唔係靠堆滿，財唔中意逼，福唔中意亂，貴人亦唔中意入一間一開門就令人覺得翳嘅屋。你留空唔係代表你窮，你留空係代表你有能力安排自己嘅生活。你屋企有條路俾人行，有張台俾人坐，有個灶俾你好好煮飯，有張床俾你安心瞓覺，呢啲就係最基本嘅富足。我見過好多家庭唔係敗喺冇錢，而係敗喺亂。屋企亂，作息亂，講嘢亂，使錢亂，決定亂。人一亂就好容易做錯事。明明手上有少少積蓄，因為心慌就亂買保健品，亂投資，亂聽人講。明明屋企人都仲有情，但因為環境太逼，日日互相嫌棄，最後感情慢慢淡。你話呢啲同財有冇關？有，好有關。財氣其實最怕人心散，人心一散，錢就守唔住；人心一安，錢就算唔多，都用得其所，慢慢積得返。所以我今日講呢4個地方要空，唔係想你聽完就驚，亦唔係想你今晚即刻成間屋翻轉晒。老人家年紀大，體力有限，中年人又要返工，又要照顧屋企，唔可以一下子做到完美。最緊要係慢慢嚟，由最容易見效嘅地方開始。門口每個星期清一次，你唔使諗太複雜，就由入門口開始。門口係一間屋嘅面，亦係你每日返屋企第一眼見到嘅地方。你可以定一個日子，例如星期日早上飲完茶之後，用10分鐘清一清，將唔着嘅鞋收好，爛咗嘅鞋處理走。門後太多袋就減少啲，雨傘擺整齊，紙箱唔好長期堆喺地下。做呢件事嘅好處，好快會感覺到你返屋企冇咁頂心，出門口冇咁狼狽，老人家行出行入都安全啲。門口一通，個人第一口氣就順，人順咗，成日出入都帶住一份好心情，做事自然冇咁燥。客廳要留一片明堂，屋細唔怕，最怕係連一片空位都冇。你可以睇下自己客廳係咪張梳化已經變咗放衫位，飯台係咪已經變咗雜物台，茶几係咪乜都堆晒上去？如果係，就唔好一次過責怪自己，慢慢清。你只要記住一個原則：飯台要俾人食飯，梳化要俾人坐，地面要俾人行。飯台上面最多留紙巾、水杯、茶壺，其他唔關食飯嘅嘢，慢慢搬走。梳化上面嘅衫洗好就收，唔好長期堆住。客廳中間留少少空位，就算只係1平方米，都好過完全塞滿。呢片空位好重要，佢唔只係俾你行路，佢係俾一家人有機會坐低。人一坐低就有機會講句好說話，有句好說話，關係就有機會回暖。好多家庭唔係冇感情，而係冇地方俾感情停低。廚房灶邊要保持清爽，周邊唔好堆太多樽樽罐罐，尤其係膠袋、紙盒、抹布，唔好靠近火位。每日煮完飯，順手抹一抹灶頭，油污唔好等到後晒先清。調味料定期睇日期，過期就唔好再留。膠盒太多，留幾個真係會用嘅就夠。你會發覺廚房清爽咗，煮飯嗰個人心情會好好多。煮飯唔再好似打仗，食飯自然冇咁多怨氣。一家人有得好好食餐飯，其實已經係福。中醫講脾胃為後天之本，一家人食得安，食得定，身體先有力，心先有定。廚房唔好亂，唔只係為咗好睇，而係為咗你同屋企人每日嘅氣血、精神同火氣都可以平一平。床底同櫃頂要定期清走舊物，呢個位置最多人忽略，因為睇唔到。床底一塞，櫃頂一堆，平時眼不見為乾淨，但其實塵、濕氣、霉味全部都喺嗰度慢慢積。
尤其香港地方潮濕，啲舊被、舊衫、舊紙盒放得耐，好容易有味。你可以每3個月清一次，唔使一次清晒，先攞一袋出嚟問自己3句：呢樣嘢過去1年有冇用過？未來半年真係會唔會用？佢留喺度係幫我，定係令我心更重？如果答案係冇用，唔會用，只係令你更重，咁就可以慢慢放手。有啲有紀念價值嘅嘢可以留，但要收好。唔係所有舊物都要掉，人生有回憶係正常。問題係回憶要有位置，唔可以變成壓住你嘅石頭。真正重要嘅相信紀念品可以放入一個乾淨盒，標好年份，收得企理。至於壞嘅、霉嘅、完全冇用嘅，就唔好再俾佢佔住你嘅氣。至於財位，普通人唔識計唔緊要，最少將屋企最穩陣、最乾淨嗰個角落打理好，唔好放垃圾，唔好放壞電器，唔好放一堆催你心煩嘅收據同雜物。你可以放一盞小燈，一盆健康嘅植物，一個整齊文件盒，或者一張家人笑住影嘅相。重點唔係迷信物件，而係俾自己每日見到呢個家係有秩序、有生氣、有盼望嘅。其實人到咗某個年紀先會明白，真正嘅財唔單止係銀行有幾多個零，真正嘅財係屋企有飯香，家人有笑聲，夜晚瞓得着，出門有人惦記，返屋企有人留燈。有啲人好有錢，但屋企冷冰冰，張台冇人坐，飯冇人食，燈開到好光都冇人氣。又有啲人錢唔算多，但屋企乾淨，家人和順，老人家有位坐，細路有位玩，兩公婆有位講心事。呢種屋就係有福澤嘅底。福澤唔係買返嚟，係養出嚟，用乾淨去養，用秩序去養，用惜福去養，用一家人嘅好說話去養。你日日俾屋企一條路，屋企就俾你一份純；你日日俾屋企一片空，屋企就俾你一口氣；你日日俾家人一個舒服嘅位，家人就慢慢願意返嚟。老一輩成日講屋企有冇福，入門就知。以前我以為佢哋講緊神神化化嘅嘢，後來見得人多先知道呢句話好真。因為一入門你就感覺到呢家人係安定定係焦躁，係有規矩定係亂晒，係有人用心打理定係個個都放棄咗呢個家。所以福人住福宅唔係一句口號。福人之所以有福，係因為佢知道屋企唔可以只用嚟堆嘢，屋企係用嚟養人。屋企唔可以只用嚟遮風擋雨，屋企係用嚟藏風聚氣。屋企唔可以只用嚟瞓覺食飯，屋企係用嚟安頓一家人嘅心。你今日開始唔使做大事，你只要返去望一望門口，望一望客廳，望一望廚房，望一望床底同財位，揀一個最容易落手嘅地方，清一清，抹一抹，留一留空位。你清嘅唔止係灰塵，你清嘅係多年壓住你嘅舊氣，你留嘅唔止係空位，你留嘅係俾新機會、新財氣、新人情入屋嘅一條路。福人住福宅，福宅唔一定大，但一定唔可以塞到冇氣。一間屋太滿，唔止財氣冇位入，人情都冇位坐，笑聲都冇位留。你成日話想聚財，但你連門口都唔肯俾條路出嚟，連廳都唔肯留一片空位，連床底都塞滿過去啲舊物。咁新嘅機會、新嘅貴人、新嘅好運又點入到你屋企啊？所以今日呢個題目，我唔係叫你盲目相信風水，我係想你由最簡單、最實際嘅地方開始睇返自己間屋。唔理你住間屋大定細，有4個地方真係要記住留空。空唔係空蕩蕩，空係有分寸，空唔係冇嘢，空係唔俾雜物霸住福氣嘅位。空唔係窮，空反而係一種富足嘅開始。因為一個人肯清走唔需要嘅嘢，佢先有力量迎接真正需要嘅嘢。一間屋肯留位，財氣先有路入嚟。一家人肯留白，感情先有空間呼吸。你聽我講到呢度，可能心入面已經諗起自己屋企某個角落，可能係門口嗰堆鞋，可能係飯台上面嗰堆信，
可能係廚房用咗好多年都唔捨得掉嘅膠盒，可能係床底嗰幾袋你自己都唔記得入面有乜嘢嘅舊物。唔使急，亦唔使怕。屋企嘅氣場唔係一日壞晒，亦唔一定要一日改晒。最緊要係你由今日開始知道，原來空唔係浪費，原來空係俾福氣流露。真正嘅福澤唔係擺出嚟俾人睇，而係住入去之後，人心安，氣路通，家人願意返嚟，錢財慢慢留得住。聽我講到呢度，如果你覺得呢番說話對你個心有少少提醒，又或者你都想由今日開始俾自己間屋多一分清爽，俾自己個家多一分福氣，咁就請你動一動手指，幫忙點個讚，訂閱呢個頻道，或者轉發俾你最關心嘅人。呢一個小小分享，可能就提醒到一個老人家唔好再俾雜物困住自己，亦可能令一個家庭重新坐返喺同一張台食餐飯。喺佛家嚟講，呢份提醒就係一種善念流轉，亦係一份隨喜功德。今日睇完呢條片，如果你想提醒自己，由今日開始俾福氣留位，可以喺留言區留低4個字：留空聚福。願大家屋企有路，心中有光，飯台有笑聲，床邊有安眠。願你住嘅未必係最大嘅屋，但一定係一間有氣有情有福嘅宅。福人住福宅，福宅亦會慢慢養出一個更有福嘅人。